我要跟所有十方、所有信众啊，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互相做个参考。这个大经呢，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内容很精彩。这一段话主要就是衬托出这部经的重要性，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所有的经典已经都消失在个人世间了。唯独只有《无量寿经》继续给我们众生可以依靠，让众生有一个方向。那这部经呢，因为它实际上真正的内容就提醒说，我们不管正法，不管相法时代，不管末法时代，甚至于法灭年代，众生就是要念佛，一定要念佛，你才可以成就。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部经为什么能够长长久久地跟我们众生作伴。不管是任何一个年代当中，只要你肯念佛，众生就有希望了。阿弥陀佛永远就是要救度你，所以这部经很重要。他就讲了，释迦佛陀亲口告诉我们，他说令我做佛，就是说介绍阿弥陀佛这尊佛他自己发的愿。如果有一天我做佛了，我阿弥陀佛成佛了，我的国土是第一的，我要创作的极乐世界是第一的，任何地方的国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较，所以他这个国土是第一的，第一就是至高无上的，其众奇妙，那里面的众生是太神奇了，太微妙了。每一个人都跟佛一样，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智慧、无量的神通。你看，这个所有的众生就这么奇妙，住在那里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其众奇妙。那里面的众生都非常奇妙，道场是超绝的，超是非常卓越嘛，很殊胜的，绝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它。那里面的人经常在诸佛菩萨的座下，每天听经闻法，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超越、很卓越的这种情况。我当哀悯呢，我就是我阿弥陀佛，这尊佛他发了怜悯心，那种大慈大悲的心，要度脱一切。要将所有的一切众生就是要度脱，救度你，让你脱离一切痛苦。所以这一切的包括你我在内，地狱、恶鬼道、畜生道的一切众生，都是他要救度，来让众生都能解脱。十方来生十方一切世界，包括了这个世界、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在十方来生发愿要想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我愿意发愿到极乐世界，那么这种众生呢，心越清净，一旦到了极乐世界，心非常喜悦，非常幸福，非常快乐，他心里面充满着开朗、欢喜、感恩的心，叫心悦，很清净，又没有杂染，没有烦恼，没有这些习气，以致我国已经到我这个极乐世界的人呢，快乐安稳，快快乐乐，没有一点痛苦，非常安稳，他的情绪上非常平定，都是入了这个禅定三昧，而且每一个人念佛都成就，每一个人都不会再起妄念，安安稳稳。什么叫安稳？心里不起烦恼嘛，我们心里不起任何的恶念、恶毒的念头都没有，所以才会非常安稳啊。这个是释迦佛陀特别介绍了阿弥陀佛他发的愿，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就这种情况、这种模样、这种环境呢，提供给所有愿意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阿弥陀佛他用他的慈悲跟愿力所成就的这么一个世界，让我们去的人呢，最后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众善人聚为一处，到最后都能够成就道业，都能成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说实在话很短暂我们应该要抱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学佛，整个的心态上才会是健康的，才是正确的。好，我们把这一章简单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